你知榮，你以為揀選在國字首
懺悔話：你被揀選，在父子守夜典中領受人的事實。嗱，講話你被揀選，在父子守夜典中領受人的事實。陳海欣，你被揀選，在父子守夜典中領受人的事實。各位後世者，我們要繼續呼求天主所有，天主對他揀選的人算是誠實的。你們也要忠從於天主，努力達到天主賜予你們道德的境界。各位父母，你們別為這些後世者做了見證，我們在主內也把後世者交給你們用以身作則，關懷和陪伴他們，並繼續幫助他們，總比他們領受永生的聖事。請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們開始聖聖期的旅程，期待主基督以他的苦難和復活所帶來的救恩。我們要幫助被揀選的兄弟姊妹，總為他們領受永遠的聖事，並且為他們樹立榜樣。讓我們一起祈禱，好使我們能彼此勉勵，加深自己，共享永遠的喜樂。請為後世者祈禱，求主使他們謹記這個蒙受恩選的日子，並為所獲得的召叫知恩感激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，求主幫助被恩選的後世者，善用這四旬期，與我們一起不斷記住自我，努力行善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，請為所有傳道員和導師祈禱，求主給予他們力量，為尋求真理的人展示天主聖言的甘義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，請為代父母祈禱，求主幫助他們以身作則，引領後世者在個人及社會生活中都能實踐福音的精神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，請為後世者的家庭祈禱，求主降福他們的家人，並賜給他們所需要的恩寵和助佑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，請為我們團體祈禱，求主幫助我們在這四旬期多行愛德，恒心祈禱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，請為一切仍在疑惑迷惘的人祈禱，求主啟迪他們，幫助他們早日確信基督，加入教會的行列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，天主，你是人的創造者，你不斷更新我們，求你隨時你所收得的子女，幫助他們獲得重生，成為你生的子
受你的恩許，他們自知本是軟弱，但靠